搜寻 Your Version Bible APP。Your Version 你的版本。最近网络看到了说按下载超过5亿次了呢，还在庆祝超过5亿次。介绍了看到 Your Version ，You 啦 ，You Version 哦，不是 You 哦，是 You Version。Your Version 呢？你看这里看到的都是 You 哦，Version Bible APP。有声圣经诗歌中英文已安装呢。圣经有声超过1次。圣经 Holy Bible。就写Bible B 大写就是圣经了。有旧约也有新约呢。Your Version 你的版本。You Version 呢？不是 You 哦，是 You Version Bible APP。应该是你的版本，你的版本要 You 有个 R 才对啊。YOUR Version 这样才能搭配啊，形容词加名词。Holy Bible 圣经。声音的圣经，圣经有声书啊。茅台 Version 复合版本，多媒体版本哦，综合版本茅台复合的。你看，为了圣经啊，制作了这么多的手机程式 APP 啊。声音啊，有声书啊，Audio Bible 就 MP3 的，有声圣经啊，有声书啊，圣经有声书。MP3 声音档案的了。Audio Bible。你看经书画面封面里有那个十字架，你看。
中文和合本繁体中文版。有没有看到研经工具？研究圣经的工具，有声书了，圣经有声书了。没有汉语圣经哎，为什么不叫中文圣经，要叫汉语圣经？叫做汉语圣经，英文是 Chinese Bible 啊，就是中文圣经啊。讲的汉语叫中语啊，中文啊。也许也有闽南语的嘞。有声的，有录音的，有声音档的是闽南语的，闽南语读圣经的哦，合家姐妹录的呢，免费下载参考学习。怎么用那个音乐的符号，很特殊呢？说庆祝安装超过5亿次啊，怎么没有看到那个软体啊？有看到的是一亿，显示的是1亿次啊。U version 还是 U version？
Bible APP。离线哦，胡奈原来是离线的，离线圣经呢。Holy Bible offline 就是离线可以用的圣经了，离线可以用的圣经了。还有 online Bible， 要网络线上用的 Bible 圣经。基督教圣经，离线可以用。Catholic Church 是天主教堂，这个 Catholic 是天主教的呢，天主教的圣经，很特殊呢。天主教堂叫 Catholic Church。你看现在第一项 Catholic Bible of Online Audio and， 这天主教的圣经啊，天主教用的圣经版本。你看滑手机已经滑到最后一项了哦。